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嘅福喜来咧。今日嘅學生把時間，讓大家來講乜嘅咧？講嘅係成因，乜嘅成因咧？其實一般你來講爸爸媽媽其實都當識成因嘅，因為成因對佢哋來講非常係重要。不過咧，對呢個社會啲，對呢個發現其實都冇強嘅國體會看到，最多成因嘅其實佢都係疏導，係冇適合嘅管教。造成營養重嘅效果，所以基本呢咧因為基本當翻譯做啲繞牆都係來自苗栗嘅家父基金會嘅社工，介紹呢個榮秀玲小姐喺度現場同大家來分享分享呢個秀玲。主持人，各位電視前面咧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家父基金會嘅楊秀玲，當天第二擺來到呀，同大家見面，福喜來嘅節目。真件秀玲係第二擺來到福喜來咧，同大家來分享青島同家父基金會有關嘅事情，也係講青島呢個疏導苦土嘅生源嘅問題佢說真件真歡喜因為嘅秀玲姐姐講嘅行業講到真好，因為秀玲姐姐本身做客家人，本身客家人，咩客家人。用嘅咩客家人，係啲苗栗嘛苗栗西安，爸爸媽媽啦，也係講家用都係客家人係，我說其實來節目打咗個也以後做啲練習一下。客家話係可以同自家當叫冇講當到嘅客家話練習一下，再多練習一下。因為你嘅客家話清楚又冇唔錯，唔過真件上次嘅講話嘅時間，我唔記得冇講啊，是唔記得做啲用客家話來溝通嘅。係因為但是都唔係唱讀書啊，也係做條路係用語言學到啦。唔過叫講一擺客家話，也專業講客家話，有幾親切嘅感覺。真件係容易，嗰陣我見本嘢真件係清歡喜。也請什麼呢個秀玲阿英嘅苗栗上來台北同大家來分享唔過基本上愛講到係疏導苦土嘅生源直接就開門見山咧，你都講係你基本嘅主題其實一下疏導苦土嘅生源咧，你反而講送女兒，其實係一動嘅，肯定要應該講一開始我來講一隻故事係依家講苦土嘅生源咧，像以前講。自己阿爸咪打生意係比較好，係愛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對生意愛冇打就唔可以進，冇打就唔可以管。係唔過打係管教也係苦土，嘅係當創業嘅一隻問題。係講一隻故事一開始同美國係有一隻西洋到 Mary， 真係做到 Mary 係瑪麗係其中嗰時就本人苦夾白夾咪苦土，嗰時。美國嘅法律同台灣嘅法律全部冇安尼嘅講按樣嘅保護生人咧，幾時係用嘅保護呢？用乜嘅法律係用動物保護法。係，最一開始係用動物保護法。幾多年前？差唔多40年前。後來63年，美國真有關於安尼防止虐待嘅一隻法律。台灣其實61年安尼兒童福利法就有嘅，可是嗰隻時代冇強用，其實時代冇人來講嘛，乜嘅保護生人本苦土，他就講做幾多打擊啊，幾多關機啊，怎會比佢好啊？他唔講我就識到講，像70年以後，係安尼報紙戒嚴咧，做新聞電視看到當到講嘛，生人受傷，佢冇做乜嘅要受傷，即使佢有些唔錯，阿爸阿媽要同佢苦土都死，係我就說唔對啊，安尼事情同台灣冇安尼苦土嘅生人咧，係冇。我就做家父基金會，就當好奇啦，就開始去看個報紙啊，到底有冇叫半年半團，係一道片，一道這樣的報道，難啲6、7、8篇，差唔多係70年噶哈。哇，半年聽就有6、8、7、8，係6、7、8篇咧個苦土嘅新聞。我哋家父基金會就同政府講唔對哦，安尼台灣也有安尼問題，那開始來。搞社會大眾講，因為很多好好嘅管教，生意做好好睇，係有苦土，按樣來處理，按樣來預防。真件係按樣研究做秀玲講嘅然後幾兩時爸爸媽媽講生意我係去搞件，去打件，冇佢唔乖嘛，係比佢好。佢說佢嘅學校上課嘅時節也同先生講，有冇嗌生意係個唔乖先生拜託一下打件一下，有冇按樣件佢就會讀書。唔講真件嘅一線之隔，因為你係講
过度了，过度的较无适合嘅广告，可能会造成轻度嘅伤害。佢伤害係講造成嘅，其實就變成苦毒嘅，苦毒性嘅。其簡單來講啊，就講用好多廣告個苦毒，就兩隻原因，一隻就會講佢唔管要做錯也唔錯嘅事情，就本照顧佢嘅人達到半條命，或者打死，係安尼就當嚴重嘅。啊，另外一隻就係人講。唔管係初半日、近半日、一天工日、一後日、一下禮拜，就唔打冇停。一般人廣告係有一件事情，人將來處理。啊，苦毒嘅問題就係唔管用嘅，叫做想打就打，想苦毒就苦毒。根本你心情唔好，我就打你。係，嗰時最清楚要用嘅去安尼分清楚廣告也苦毒，就我哋要用安兩隻方面去看。古時候係講第一家父有接到輕度嘅案例，也係了解嘅一種嘅標準啊。係講比如講兒童日本嘅爸爸媽媽打嘅時節，到底爸爸媽媽係教你也係用你做得了解，佢講拜一也打，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樣嘅想打就打，叫做唔係廣告，叫做有問題嘅。嚇，佢係清。不過你下來一下做啲討論一下，到底係用嘅原因，也係用嘅家庭會有按到嘅苦毒生意嘅問題，嗬，你也做啲看到，嗬。比如講，可能係冇親子教育嘅底色，就像家下小玲講嘅，你心情唔好你就打生意嘅，你根本你專業無下，你看到佢唔順眼你就打佢嘅，故說可能係冇親子教育嘅底色，按用係情形也係一度。我哋安尼當然安尼來看，我哋來關心嘅一群生人咧，我哋會去看，到底係乜嘅問題咩？按張地講用嚟去提安尼做一下服務咩？我哋發現輕度嘅，因為但是苦毒生人咧係照顧佢嘅阿爸，冇做阿妹，冇做親主嘅照顧人，我哋發現講佢也就唔點用嚟去照顧生人咧，去教生人，佢老多講。我做打佢，我做管佢，我做教佢，可是佢長途冇共用。一般嘅家庭可能七個阿爸咪啲講用嚟去學習，用嚟教生人學佢讀堂一聲，也可能唔啲。佢真嘅唔啲。有一些家庭佢唔係真係親人從嘅苦毒生人嘅，佢可能係唔點用嚟教生人嘅，因為佢唔點用嚟佢適當去教生人嘅，結果就造成。有冇嘅生意有冇？哇，叫字叫到清厲害，也係講而家打生意打到個身體都有傷害，無強啊，用嘅可能要高突嘅，也就用唔錯方式，用唔錯方式來教生意。也就像小玲講嘅，佢係冇親子教育嘅知識，還有係婚姻有問題嘅，也一度一下沙飛反應當到，像離婚咧度，然後崩潰喺咧度，唔照顧佢阿爸咪壓力咪太，因為佢要照顧生，又要做事，又要生活，佢即刻咪有壓力。嗰時候佢婚姻感情嘅壓力，佢會同佢欠咧嘅生氣嘅地方，情緒有冇出口啊？發洩出來，佢就可能會對生人嘅。對生人就佢看到嘅親像咧啊，生人當接就會因為變成代罪羔羊啦。真嘅嗬，還有喺第三點，你講到嘅係較窮苦嘅家庭也有可能經濟較唔好嘅時節，錯冇？錯也因為家庭嘅經濟較冇有兩種，一種係佢本來賺唔到咁多錢，一種佢可能冇投入嘅，像以下嘅社會環境當到深夜嘅阿爸阿媽，係佢咪有壓力，因為生人嚟佢要照顧，佢又冇錢來，佢咪有壓力，有壓力以後窮養佢係冇處理好，佢就會對生人苦痛。啊生人佢尤其向我哋看到咁多位生人咧，消耗傾倒，係消耗傾倒，因為佢係冇辦法同阿爸阿媽安尼去講清楚，佢找到阿爸阿媽打壓，苦痛啊，其實仲因為唔對，佢咩唔對，佢對也唔對啦，錯也唔錯。係啊，冇聽說佢只是一些棒棒糖天天用，阿妹嘅心情都唔好，有冇嘅做事做嚟嘅壓力心態，佢都罵生嘢，做乜事痛嘅，佢就打佢，個生人爸都講啊，原來係做唔係痛嘅，生唔出糖嘅，生唔出糖嘅，阿爸阿媽。其實冇唔係冇。也唔完全係一樣嘅情形，嗬，還有最第四點係也係講是酒呀，是藥嘅呀，是到鐵道嘅，有念頭嘅問題也係，嗬，而家人嘅問題越來越多了，係差唔多1-2年前合雜，啊唔過1-2年了以下，食酒食藥嘅也係，
安尼食到烟头诶，越来越多诶。因为2019是铁道诶，和2016嘅有烟头诶，其实你冇法度控制自家嘅行为。其实冇听错你也唔係講有意圖誒，你講調試按樣做嘅，因為2016嘅你冇法度嘅，你嘅身體有問題嘅，你冇法度控制。我說其實有青島嘅原因啊，唔過根本嘅案例討論嘅係4點。較青島嘅前4名嘅前4名，同大家來講，不過也唔冇表示講爸爸媽媽佢苦讀聲音嘅同佢嘅教育長度有關係哦。其實唔係個絕對的關係的，因為你提點你講到佢冇親子教育嘅知識，不過其實青島嘅爸爸媽媽其實佢也清了解安樣嘅知識，不過可能因為佢去那邊做事有冇，哇嘅投入壓力強大嘅轉到不下嘅時間，冇法度抒發自家嘅感受，就會俾幾隻家庭有青島嘅壓力，生意會遭殃的，係冇？係，即係當到我哋安尼安尼計算咧，安尼統計嘅數量，統計數量來看啊，其實阿爸媽也係苦讀聲音嘅人。不一定講佢一定係有讀書冇讀書，也呢不一定呢。係先重要就係佢靠營養嘅，同佢好好嘅同聲音，同佢交際，係安尼問題較重，對，較重要。嗰種你嚟看一下，還有比如講佢下講到有19、16嘅有年頭嘅，其實你看到佢從普遍嘅問題就係，比如講。你整理一下，就是19嘅問題，也係講無下人嘅情緒感唔好，也係第3點，爸爸媽媽係講也係無下嘅人一家去操弄嘅，因為你受一個按樣是表示你家庭有一些困難啊，故說有較少嘅人來聽述來家庭嘅青島嘅問題，也係經濟嘅困難，這個也圖給他這個可以說是一個。總整理的一個問題。其實充分的關係咯，最重要就一點啦，做家庭咧，大家屋企人咧唔同嘅關係出問題嘅，係可能一生人有問題，有可能家屋企人有人食酒、食藥嘅，有人可能精神咧、心理有些生病啦，有人經濟困難，不過最重要就係阿爸阿媽生人咧。彼此之間的關係出問題嘅，係緊張，也係比如暴力，係安尼問題全部出來，嗰種屋企問題就整體嘅問題啦。有青島人會問像安樣嘅暴力會唔會遺傳？其實不是絕對的，唔係聽錯嘅啦，因為就像我哋。有安尼關心嘅家庭，像阿爸咪有啲位可能處理事情嘅方式還冇按好，嘅聲音咪透過樸實，咪太好變樣。安尼拋啲嘅東西，佢冇一聽錯講，一定係遺傳。唔過親屬樣我都看到係學習，真嘅有用學用嗰種做阿爸咪嗬，當重要，唔講乜嘅法，唔做乜嘅事，唔處理乜嘅事情，係當重要。因為你看到嘅爸爸嘅爸爸打你嘅時間親欠嘅時間用嘅水果，有冇？跟你睇嘅時間，你也用水果去打聲音嘅，也就係有用學用嘅問題。係，因為佢唔止講我教聲音做唔做，我要用講嘅。佢老豆講最天我用水果嚟打，後尾佢講我每邊看電視10分鐘啊，用安尼佢當好看電視，每邊看電視10分鐘，每一隻方式俾簽下來，係點下來去上課嚟，咩每一隻方式。係。自己係冇咁錯嗬，不過還有乜嘅很好多謝咯，大家咧歡迎同大家先聊下呢啲下集就係。